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古今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，歹行浪动落监狱，重教化。所以伫监狱内底爱落工场，爱做工。啊，民间正就流传迄个监狱的工场歌四句联，你甲听看来。对第一工场讲起，讲第一工场人拍铁，手举铁锤焊铁机。喊甲官楼共三地，身躯无洗黏铁铁。第二工场烧苦麻，烧甲两手全穿。怨叹爱人无来看，规身放阮做路麻。那一间监狱内底工场无规款，毋过这人民间咧骗呢，10几间工场拢做无共款势头啦。你要落倒一间工场？第一工场偏好第一的人咧拍铁啦。喊甲呢，官楼共三地啦，做工身躯阁无通洗，监狱个日子真歹过，劝人唔通做歹。啊，若骗到第二号的工场，伫咧烧苦麻，你甲看，双手流血流滴，阁结烂全穿，可怜。即个歹囝伫监狱内底怨叹爱人无来看。规身放我做流氓，无人来免费，无人来探监。这个日子偌艰苦，你敢知？啊，若骗到3号的咧，第三工场人做咧，哪头较市也着客，歹囝人看无目地，留落监狱孤一个。第四工场人忧惨，爸母生阮大毋值，担来狱中防糟蹋，才知。歹路真艰难，要做咧啊！拿刀机安尼磕咧拼起来，可怜哪做哪感慨。咱是歹囝，风看无目地，讲谈外口面，这边赤冷，这边赤风，无效啦！入落监狱，行情切落啊！但遮是咧做这个艰苦工，啊，过来第四工场人忧惨，佮讲对爸母去。人心肝肉做的，咱今日歹命歹声做这个工课，爸母无面通见社会，尤其咱搁伫狱中防糟蹋，今日反悔才知影歹囝艰难。啊，搁有第5工场无？有哦，解文说理，你看好条对好条，下回听国政啊继续讲互伊详细，搁明了。